個寶寶成日都講人生3大supplement之一嘅逆光寶，真係我哋都市人咧日常吸收咗好多啲毒素啊、重金屬啊、藥物殘留好多雜嘅嘢。咁呢個逆光寶咧可以幫你個肝臟排毒，係真正可以排毒。出邊你見到有好多形形色色逆光寶嘅產品，即係肝嘅產品，但係呢一個點解可以咁犀利咧？因為佢能夠逆轉脂肪肝。我有丙型肝炎嘅朋友啦，我有肝病嘅朋友啦、肝硬化嘅朋友啦，全部啲客人咧，全部食完之後都話個指數靚咗好多，連醫生都問佢食咗乜嘢。講緊成60幾、70幾歲人嘅男士有呢一個脂肪硬化，醫生都問佢食咗啲乜嘢，因為呢一個真係好好，可以幫你修復肝臟啦，可以幫你逆轉肝臟啦，同埋我哋呢一個係升級版嚟嘅。冇錯啦，因為第一個版本咧，好多朋友咧都買咗體驗過㗎啦。誠意推介大家，因為今日我哋係有優惠嘅，咁另外咧我哋仲有個新品想講埋俾大家聽。呢個新品的話咧，所有女士們的話都必須要留意啦。咁其實咧講真啦，喺外國咧已經好多嘅朋友咧就係關注自己嘅身體，尤其是妹妹咧，亦都係係啦，因為平時咧出面你有好多肝嘅產品啦。首先第一佢普通排毒啦，但呢一個除咗係排重金屬排毒之外，可以修復你嘅肝臟啦，可以做到逆轉啦，同埋佢會送多咗個膽嘅功能俾你㗎。咁佢可以咧，同埋最犀利嘅地方係咩？如果你係一個藥煲長期病嘅，譬如抵抗力好低嘅，4條友打邊爐，一個人感冒你一定中嘅，或者隔離個同事一病你就即刻病，隔離嗰人打個乞嗤你都病，或者佢食飯食 buffet 得你一個會肚屙。如果你係一個長期藥煲嘅朋友，我誠意推介你試下。我10個客9個客 touch wood 同我講，食咗逆光寶之後好少病。冇錯。感冒、傷風、咳、發燒、肚屙，佢唔係咩藥嚟嘅，只不過係因為佢能夠提供你好強嘅金鐘罩免疫力，好似活力之罩咁樣俾你。佢係增加你嘅 T 細胞同埋 NK 細胞咧，嚟達到呢一個平衡翻你嘅免疫系統嘅。咁可以增加你身體嘅強護。佢增收佢做免疫能力真係做得好。冇錯，所以咧 NK 細胞就係第一防治細胞，就係將所有咧有機會入到身體裏邊咧好惡嘅惡菌的話咧，亦都全部幫佢 kick away。係啦，同埋最後一個好重要嘅一點啦，就係咧人體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炎症㗎，好多嘅炎症咧最後會演變成一路發炎就會變成一啲腫瘤喎，因為佢會包覆佢嘛，一路包覆佢。咁其實咧逆光寶係能夠降低你身體嘅炎症，所以其實我話俾你知佢係人生3大唔可以冇咗嘅supplement之一，可以清除你嘅自由基、你嘅垃圾，增加你體內高分體嘅水平，提升你嘅免疫能力，增加自體嘅抗體。因為其實你自己先至屬於自己，唔同打落去嘅疫苗係人哋，呢個係增加你自體嘅。咁呢一個咧誠意推介大家，因為今日我哋係有優惠嘅，咁另外咧我哋仲有個新品想講埋俾大家聽。呢個新品的話咧，所有女士們的話就必須要留意啦。咁其實咧講真啦，喺外國咧已經好多嘅朋友咧就係關注自己嘅身體，尤其是妹妹咧亦都係一定要關注嘅。但係香港咧可能咧有一啲朋友咧就疏忽咗，尤其是咧尿道感染咧同埋尿道發炎咧，其實有好多朋友咧正所謂真係難以啟齒，嗰種苦處咧係你自己先知。不如我講俾大家聽啦，好多女士們啦都會覺得突然間瞓下覺或者坐喺度開口會係咪有啲濕濕地嘅感覺啊，有啲痕痕地，但又未知要去到睇醫生，或者覺得佢有少少味道，但又未至於要去到睇醫生，咁點呢？就忐忑不安啊，左轉右轉啊，過度清潔啊，覺得唔舒服啊，底褲仔濕濕啊，又或者係反覆嘅尿道炎啊、陰道炎啊、苦不堪言啊咁樣。其實呢一個產品咧好幫到朋友仔，因為咧佢可以擺定喺屋企嘅，因為有陣時你未必要去到好嚴重，要流白啊、流綠啊，好恐怖你先至去睇婦科醫生。呢個可以救你嘅，救你嘅身體。點解咁講呢？你只要覺得你有少少唔舒服，多咗分泌物或者覺得佢痕嘅，即刻同我拍2條，幾個鐘頭拍條，即係一日拍2條啦。跟住會發覺咧你嘅問題會得到一定嘅改善嘅。OK，咁如果你話我係一個長期累積陰道炎或者尿道炎嘅朋友仔，你同我日日食1包，食佢一個療程，將你本身自己喺你陰道或者你嘅膀胱或者你嘅惡菌，將佢撳低，將個壞菌提，即係將個惡菌撳低，將個好菌提翻上嚟，咁你就可以平衡到你嘅陰道平衡值。因為你嘅陰道嘅惡菌係一定會存在㗎，但係而家我哋要提升你嘅好菌，令到佢壓住啲壞菌，令到你嘅陰道炎啦、尿道炎唔好反覆咁樣。咁呢一個產品咧，點解咁多朋友仔都會中意咧？因為我啱啱講過咧，通常令到你反覆咁感染都係因為嗰個念珠菌同埋嗰個大腸桿菌。咁我哋呢一個產品入邊咧，佢有嗰個月蔓莓係啦，嗰個花青素可以抑壓你嘅大腸桿菌，有蜂膠。係啦，你嘅陰道同埋你嘅尿嗰個叫做膀胱壁嗰個大腸桿菌都解決。咁如果蜂膠好勁，我知啲蜂膠落陰道唔好，大佬搞唔掂。咁你哋要飲呢個好唔好？佢能夠預防同埋減少你而家現有嘅一啲尿道炎啦、陰道炎啦嘅發生，同埋佢有抗炎，亦都可以有抗菌，維持你尿道陰道嘅健康。咁佢入邊嘅成分點解做到呢一個？因為其實最緊要就係因為咧，我哋每一個人嘅膀胱嘅結構咧，其實內壁咧係一個絨毛嚟㗎。當我哋入咗呢啲念珠菌或者大腸桿菌入去的話咧，佢留咗喺嗰度的話咧，就食住咗喺嗰個內壁咧，就好容易會令到我哋翻發啊。所以我哋必須要咧，就令到我哋陰道或者膀胱呢啲位置咧，我哋嘅好菌係戰勝咗啲壞菌。咁所以我哋呢一度咧，亦都係有一啲好特別嘅一個成分咧，係有150個 CFU 嘅一個益生菌，係會令到我哋咧呢一個管道裏邊係更加健康，令到嗰啲壞菌全部俾好菌咧吞噬咗啦。同埋咧，俾個小道消息大家知啦，其實大家用開陳博士嘅產品都知，陳博士嘅產品非常之 work 啦，減肥嘅減肥啦，肺嘅肺啦，排毒嘅排毒啦，係咪？關節嘅關節。呢一個產品咧，其實陳博士咧為咗佢太太而出，因為佢太太咧曾經試過尿道炎入醫院住咗2-3日啦，所以呢個產品咧絕對係足料同埋信心嘅保證。因為病毒上腎的話，其實係非常之危險嘅，所以大家由今天開始一定要關注自己嘅健康。係啦，呢個幫到大家，大家可以買定2盒擺喺屋企守門口，因為如果唔係到你唔舒服嘅時候揾我買寄俾你都要幾日，你要受幾日苦係咪先？呢個你可以慳翻好多婦科嘅錢，唔使去到好惡化嘅時候先去睇醫生咯。